會有互動。高層建議嘅社會熱門話題一定包括制裁、社會事件同埋國安法。楊清奇同意控方話，蘋果立場係支持制裁。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，佢冇收到黎智英或者其他高層指示改變，而佢當時擔心公開呼籲制裁會犯法，所以採取打擦邊球嘅方式，以制裁事件評論或者係評論下一個制裁嘅效果等等。楊清奇話：嗰段期間揀稿嘅原則視乎觀點係咪符合蘋果讀者嘅口味，而讀者傾向支持制裁。黎智英嘅文章亦都持有相同觀點，強調佢嘅政治立場對揀稿一定有影響，而且以佢嘅觀點作為寫稿同埋揀稿指引。控方指示黎智英喺2020年7月發出楊清奇嘅信息，話歐嘉良文章好，請考慮邀寫評論版。楊清奇認為黎智英要求揾歐嘉良撰稿，主要係佢文筆流暢同埋對國安法持批評態度，所以後來安排歐嘉良喺評論版寫專欄。無線電視記者吳雅軒報道。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發表煽動文字等罪成，遭到上訴庭駁回定罪及刑期上訴。正喺度服刑嘅譚得志由囚車押送到高等法院聽取裁決。50歲嘅譚得志被控2020年多次擺街站期間叫光復香港等嘅口號，早前被裁定發表煽動文字等罪成，喺區域法院判處監禁40個月，罰款5000蚊。